赤馬年搞得唔好嘅，仲可能發生意外，因為火太強。火係代表一種嘅能量，所以嗰啲人咧好容易會亂發脾氣啊，甚至會得罪人啊。所以我就專門做咗呢個五行手串。呢個手串係師傅赤馬紅羊年俾大家準備嘅禮物。今年丙午年啦，丙午咧雖然佢立音嘅屬水都仲好啲，但係咧佢天干丙火係代表太陽，而且佢在日色，即係話今年嘅太陽特別厲害，因為太陽光線太強烈啦，一曬落嚟，令到啲土都會成龜裂啦嘛。咁所以咧，我就建議咧，大家咧摸呢個手珠嘅時候咧，尤其是喺春天嘅時候，先摸一摸清晰嘅，清晰係代表一種生氣。但係亦因為今年咧，佢嗰個陽光啊太強烈啦，為要平衡，建議大家摸下黃色嗰粒火生土啊嘛。咁但係太過猛烈嘅陽光都會使到呢一個嘅土會焦裂㗎嘛。我哋要摸個白色嗰粒金啊，摸完呢個白色呢一粒珠之後，亦要摸呢個黑色呢一粒珠。黑色嘅就係代表水，咁金咧同水咧係互相互補嘅，咁就會比較平衡咗嘛。如果大家對我呢個手串感興趣，可以點擊左下角將佢帶翻去平衡一下。咁仲有紅色嗰粒珠係點解啊？咁因為呢一歲手鏈咧，佢係配合咗九子離魂嘅，配合大運啊嘛。不過大運有20年啦，喺呢20年裏邊都一定有金木水火土嘅流年啊嘛。咁亦即係話你買咗一串之後咧，喺呢20年嚟講都冇問題。你到咗下一個三元大運嘅一運同埋二運啊，甚至三運呢串珠亦可以作為我哋日常嘅一種嘅玩弄之物，係嘛？你得閒咪摸下佢咯，摸到佢立立令啊！呢一個珠你養得佢越係靚嘅話咧，即係精神咧，一望佢就係好發光咁樣，亦代表你嘅身體嘅狀況係最好嘅。